徐若曦不需要多所介绍了，过去开机这1周的时间呐，所有的焦点都在她身上，而且不止台湾的棒球迷，连国外的球迷都把焦点放在她身上，因为呢，她写下了中华职棒史上一个唯一的记录啊，就是初登板前面11个，就是他所制造的11个出局数，通通是3振。乐天来说，感觉会比较有利。这一棒打出去，外野的飞球。 那这样就直接在第1个打席中断了，都行，都可以，都行。哇！结果这个时候3振还是出来了。对。喂，棒落空，再一个3振。好，3振出来了，中断在11。但是这一个变化球有哦，对，没错，有出来了3振哦。 哇，这棒打出去，在中间方向的一个飞球，但是中外野手呢似乎是已经锁定了。接球之后呢，林立还是尝试要往3垒推进，直接往3垒传 ，safe。这棒打到了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，但这一个距离呢还是不够啊，遭到了中外野手郭天信的一个锁定啊。接杀出局，留下了一个3垒的残垒。徐若曦这一个半局呢没有多掉分场。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徐若曦今天的目标啊！这颗变化球掉得够犀利啊，让王一晨挥了空棒，蹲在靠近外侧的位置，这个速球进来154，让江坤宇也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，连续3位打者都取得球数的绝对领先。结果这个变速球掉中了张志豪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徐基宏上一阵呢也是有安打有打点，但这颗变速球还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啊！ 2好2坏，同样的变速球压在刚刚3振掉许基宏的位置啊，让周思齐也中招了。球速对投手有利，这个速球进来让高宇杰回了一个空棒。在2局的下半，徐若曦所拿到的3个出局数，同样全部都是靠了3振，可以抢下球数的领先了。2好1坏，速球这个位置够刁钻了，让苏伟达挥了空棒，忍住没有出棒。 再来一个速球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这个球再投，变速球收到了效果，张志豪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前3棒就也会加入到这个名单里头，而且今天在他完成投球工作之后，可能又有些记录要被他突破了。结义哦，但味全球团确实也是慧眼识英雄啊！这个变化球进来，周志齐没有出棒，被拉掉了。 今天的第11次3振，看出一点点在攻击上的一个弱势。对，这2颗球，防御率这件事情跟场上队友的守备状况也好，或者说是一些客观的情况而言呢，还是有关系的。去年大半年的时间，其实都在养伤啊，所以才会出赛的场次比较少一些。这一球打到了左半边的飞球，结果苏志杰遭到了接杀。 这一球有进来，153公里啊，还是需要注意的。挥棒落空，结果林安可遭到3振，也结束了在1局上半统一的进攻。这一局3上3下。说。 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？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哦，这边是直接把145。啊，这球内野的滚地球，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到，哇，是山垒来补啊！哎呦，哇，哎有，还是有踩到啊！哇，但是又拉到了。哦，朱祥林，这个还踩得到吗？ 再来看一下这一球，哇，跑得不太够，应该多跑个半步。哇，这个有踩到啊，厉害了。这边现在是吴瑞胜来守到1垒啊，让朱祥林来守到游击手的一个位置啊，哇，延伸到最极限了。但这边现在是主审有意见吗？
该不会主审觉得没有踩到吗？ 7局之后，哦，是主审自己要看。厚一点点啊。我觉得8局之后可能比较适合。我自己觉得啦，7局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多了。好，这边电视辅助觉 out 哦，没有问题。经过第2次的确认，吴瑞胜的全身延展性还是能够抓到球，还没。 哇，脚尖一直跟在，哇，跟在难怪会快拉伤哦，这等于是踮脚还伸到最远哇，这要请个宵夜。哎，这边叶总上来，这边有点火爆，但刚刚是确认不是一个奥斗的判决吗？ 那为什么叶总在画面一回来就被赶出去了？哇，还是不满主审来挑战这个电视辅助判决哦。因为画面一回来没有拍到，所以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。 因为通常辅助判决完之后，就尽量不要再。通常抗议的话，裁判的容忍度会比较低，因为已经去看了。但最后判决是奥斗啊。对啊，是对魏全龙有利，可是他觉得，现在叶总又回来了吗？ 哦，在休息室。哦，是有丢头盔进来哦，但因为画面一直没有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。就国珍对于场上状况的了解，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就你观察，因为我真的看不懂现在是什么样子。因为刚2个人在很接近的那个画面没有拍到，所以不知道当时是叶总上来是针对哪一件事情。因为最后判决是对魏全有利啊，那猜测有可能是叶总觉得说，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，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哦，这边是直接把这个就给丢出去了。大几个讲线，不行。好，我们当场开始。